頂頭鎚咧就係嚟自於10幾年前咧香港話劇團陳錦權先生嘅一個劇本。咁當陣時咧就由呢個阿高世章改咗一個音樂劇嘅。咁我有睇，我覺得嗰個古仔好特別。我睇完之後咧，我一路都想將佢改編做一個演出。咁今次有呢個緣分，我同阿 Jo 傾咗咧，就變咗做一個粵劇。咁我哋一定要將粵劇擺喺好多唔同嘅藝術載體裏邊，去令到觀眾嘅層面擴闊，同埋令到佢哋知道原來粵劇係可以咁樣玩法嘅。其實之前我都試過啲舞台劇同埋舞台嘅戲曲音樂劇，咁但係咧今次咧比較特別嘅係因為我真係時裝扮男仔嘅第一次嘅，即係古裝扮男仔由頭到尾都係啦。咁同埋今次同一班年輕嘅演員啦，咁又有德斌哥哥啦，咁樣好開心啦！第一次合作，誓要頂頭吹，願嘆我自勉，水盡山窮。其實我自己咧，一路聽大戲成長啦，但係我自己都係好希望可以去做音樂劇嘅，因為音樂劇嗰個能量，舞台上個演員係有好多可能性。咁我今次真係好開心。咁我個角色係換章啦，咁就係一個讀書嘅女仔，咁但係同時間佢亦都係男主角開滿嘅女朋友。風腳中風冷，苦金。我係從來冇諗過可以能夠做一個音樂劇啦，咁呢個音樂劇更加特別嘅就係用粵劇嘅形式啦，一啲戲曲嘅形式咁樣。